香港老友記，我同你哋講咗好多次，想嚟大灣區退休養老咧，千祈唔好揀啲配套或公仔嘅屋苑。咁就算佢幾平幾咁吸引，都要慎重去考慮去選擇。嗱，今日咧就同大家講解翻坦洲呢邊一個比較適合退休養老嘅成熟大盤。咁呢度所有嘅配套咧都係現成嘅，你哋完全唔使擔心話有配套爛尾嘅風險。嗱，首先同大家講翻一個最重要嘅交通啦。咁小區門口咧就有我哋嘅港澳直通巴，可以直達翻我哋嘅香港嘅太子啊、荃灣呢咁地方嘅。咁亦都有我哋嘅奇關巴士咧，可以搭乘翻我哋嘅拱北口岸啦、港珠澳大橋口岸啦。咁開發咗10幾年嘅千畝大盤咧，入住率係非常之高。咁好多港澳街坊咧響呢邊定居咧，可以講話呢邊嘅居住圈層啊係非常之順水嘅。咁樓下嘅超市啊、街市啊，咁日常嘅買餸消費咧一應俱全。咁小區呢邊咧仲自帶咗個非常之大嘅一個生態湖，咁日日喺呢邊晨練啊、飯後散下步啊，都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咁絕對係我哋嘅長者養老退休嘅一個非常之適合嘅一個屋苑。咁主打有89方到139方嘅精裝3到4房啦，南北通超高嘅實用率，而且咧採光都係非常之通透嘅，仲有一線嘅湖景嘅房源俾你選擇。總價76萬起咧，首期都係幾萬蚊，月供3000零蚊。對比翻香港嘅細單位天價咧，呢邊用零頭咧就可以入手一套湖景單位。咁如果屏幕前嘅老友記咧，想喺大灣區揾翻間安穩嘅退休養老盤，咁評論區可以留言翻俾我。